周刊来压料，讲检调伫个高文体的 USB 随身碟，发现基隆市长谢国良冇来缴付着政治现金200万。谢国良冇承认，讲是有家族的长辈想要甲高文体交朋友，请伊来转交这条钱。不过有袂少人来推测，讲这个200万可能是为着要抗体当初要到基隆参选的谢立功。但是网红四菜鸟整理相关的时间点，认为互高文体出卖毋是谢立功，是原本要来选基隆市长的邱新远。即摆是新竹市代理市长的邱新远讲，伊目前的重点是专心市政。家族的企业跟民众过往来这件事情是要跟大家说，其他的我没办法。地镜头地方行进，周刊张亚了检调伫民众党主席高文体的 USB 内底，发现基隆市长谢国良红记录200，疑似是关200万新台票的政治现金。我都认为高虹安是当新竹市长最好的人选。周刊报道讲，谢国良家族的时代，敢若是2012年伫新竹跳完这场高文体甲高虹安的演讲了后，决定要捐200万给民众党。洪社讲，这条钱阁有拿背合的作用，想要抗体原本是要参选基隆市立委的谢立功。严哥，网红四菜鸟伫面册顶悬铺文章，点出高文体甲高虹安的演讲，加个半月了后，原本要参选基隆市长的邱新远，雄雄伫8月31宣布无要选啊。谢立功是伫过1年后，2023年7月30才宣布无要选。按照这个时间线来分析，看起来是邱新远红出未去。那陈远目前的状态就是认真工作、专心市政，我们要回应45万新竹市民的期待。政治现金的风暴是愈烧愈大坑，真侪政治的重要人士陆续被约谈。面对网红四菜鸟的压力，谢国良透过发言人私底下回应讲，强调一切尊重检方，配合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